思齊，今日天氣一般啊，都會落雨啊。係海欣，大家今日放假出街玩啦，最好帶定把遮啦。咁先睇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係介乎17.5至19.5度，最高氣温介乎18.7至21.4度。轉下風勢圖，一股東北季候風就係逐漸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道廣闊雲帶就係覆蓋嗰區。預測大致多雲，初時有幾陣雨，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，氣温徘徊喺19度左右。夜晚轉涼，氣温降至最低大約17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。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，最低嘅市區氣温係大約14、15度，新界再低幾度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下個禮拜中期氣温回升，但朝早仍然清涼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，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睇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珠海有雨，中山有雨，江門多雲，肇慶、佛山多雲。廣州、東莞有雨，惠州、深圳有雨。聽先講到呢度啦。